關於周深關閉社交媒體評論功能，國內官方媒體接力發文力挺，以及海外主流平台自動將其設為焦點人物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在當下籠集且信息萬變的公共輿論場中，無疑構成了一組極具標本意義的敘事單元。這三件事並非簡單的線性排列，它們之間存在着深層的互文與張力。一個年輕歌手的私人化社交決策，如何撬動了國家級媒體的集體表態？又為何在大洋彼岸的算法推薦體系中，非但沒有遭遇審美折扣，反而被迅速推至聚光燈的中心？當我們拆解這三個坐標時，會發現它們恰好對應了當代文藝生態中三個至關重要的維度：個體心理防線的重建、主流價值對優質內容的正向思算，以及跨文化傳播中去濾鏡化的本真共鳴。這場風波的表層是網絡情緒的短暫失序，但深層卻是一場關於藝術評價標準、公眾人物隱私邊界以及文化軟實力輸出路徑的集體探討。周深關閉評論勾，看似是一次退縮，實則是以靜默的姿態捍衛自我創作空間的勇敢。官媒的聲援，則跳出了簡單的是非評判，轉而指向對文藝工作者專業精神與社會責任感的肯定。而海外平台的聚焦，則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音樂剝離了本土語境中的爭議雜音後，其純粹的藝術光澤反而能夠穿透語言與文化的口壁。這三重回聲疊加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一個既具特殊性又飽含普泛啟示的公共文化事件。本文無異於站隊或煽情，而是試圖在事實的基石上，以冷靜的不足梳理出事件背後的邏輯鏈條，並最終落腳於對理性為官與和平對話的真誠呼喚。回看整個事件的起點，周深決定關閉微博等國內主流社交媒體的評論功能。這個動作在初次階段被不少營銷號解讀為怯懦或對抗，但若深入了解其作為公眾人物多年來所承受的隱形重壓，便會發現這更像是一種久經權衡後的止損策略。自其成名以來，圍繞他嗓音特質的外貌攻擊與性別偏見便如影隨形。儘管他憑借大魚、達拉崩吧等作品一次次地證明了自己不可替代的演唱實力，但部分網絡用戶依然習慣性地將藝術討論降庸為對個人生理特徵的冒犯性調侃。尤其在前不久的一檔戶外真人秀錄製中，周深因遊戲環節不慎摔倒，失合擦傷紅腫。這本是綜藝節目中司空見慣的小意外，卻因幾個斷章取義的慢放鏡頭，被部分網民曲解為矯情博同情，進而演變為對其職業態度的系統性質疑。那些衝入評論勾的言辭，早已超出了理性的建議範圍，演變為情緒化的宣洩工具。與此同時，周深工作室在數月前就曾因為新歌宣傳博文下出現大量與音樂無關的爭吵而短暫關閉過留言板，彼時雖有平息，但治標不治本。這一次的永久性關閉評論，實際上是工作室與其本人經過漫長溝通後的最終決斷。其目的並非隔絕所有善意聲音，而是為了切斷那條隨時可能被惡意引燃的導火索，讓自己能夠在相對安寧的心理環境中籌備即將到來的全球巡迴演唱會。就在關評決定實施後的72小時內，部分網絡意見領就開始借題發揮，他們將這一行為包裝為對粉絲的背棄或缺乏擔當，甚至聯繫到此前幾位同樣關閉評論的藝人，試圖拼湊出一種所謂的藝人集體逃離輿論的悲觀敘事。這些言論迅速在多個社交平台發酵，使得原本單純的個人隱私管理行為被迫擱淺在公共辯論的煎攤上，接受着兩極化解讀的直敲。然而，真正令事件性質發生轉變的，並不是粉絲團的控評反攻，也不是工作室的聲明澄清，而是多家重量級官方媒體在隨後數日內不約而同錯落有致的正面報道與深度評論。最先行動的是某國家級文藝類報刊，其在其官方公眾號上發布了一篇題為《守護創作的靜音鍵》的時評。文章並未直接提及周深姓名，但文中關於藝人有權在喧囂中為自己的心靈留白、尊重個體選擇是網絡文明的底色等表述，幾乎是對關評行為最含蓄而有力的聲援。緊接着，
一家主流新聞門戶網站以專訪形式刊發了對周深此前音樂公益項目的回顧，巧妙地將公眾注意力從社交媒體的爭執拉扯回他近年來在鄉村音樂教育、非遺文化傳唱等領域的踏實耕耘。到了第三天，一家以權威性和嚴肅性着稱的央媒在其新媒體矩陣上，罕見地發布了一段長達6分鐘的周深現場演出混剪視頻。配文強調真正的交流從不需要嘈雜的彈幕，只需要一顆靜靜靈隱的心。這段話迅速被截圖傳播，成為當日的熱門話題。官媒的接力並非一場約定好的站台儀式，其背後有着更深層的評價邏輯。在流量變現與短期熱度被資本反覆翻炒的時代，周深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在每年保持高質量 OS 產出、數度登上國家級慶典舞台，且零政治爭議如零商業翻車紀錄的年輕唱將。他的公共形象已經如尹瑞銀等品質深度綁定。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官媒的視覺始終落腳於藝而非人。他們並不否認周深有權關閉評論勾，但他們更想強調的是，當評論勾關閉之後，歌手依然憑借新發佈的公益單曲《光亮》，在一周內斬獲各大音樂排行榜榜首。這種用作品說話的姿態，恰好契合了主流價值觀中關於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樸素主張。於是，官媒接力的本質是一次對文藝評價體系的正本清源。他試圖向公眾傳遞一個信號，對於文藝工作者的考量，應當以作品的感染力、原創性及社會效益為首要尺度，而非以其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動頻次或粉絲控評規模為標靶。當我們將目光從國內的輿論戰場移向國際視野時，會發現一個極為饒有趣味的現象：海外主流視頻平台如音樂流媒體，幾乎在同一時間節點，通過算法推薦機制將周深的個人頻道推至音樂分類首頁的醒目位置，並為其自動生成了焦點藝人專屬聚合頁。這種算法層面的特殊待遇，在過往的華語歌手中並不常見。要知道，海外平台的推薦邏輯往往依賴於用戶行為數據、跨區域播放完成率以及長尾搜索熱度的加權計算，並非任何後台人工干預的產物。周深在海外平台的熱度飆升，其誘因並非此次國內輿論風波，而是一段他在某國際音樂節上全開默演繹多語言串燒歌曲的現場視頻。這段視頻被匿名用戶上傳至海外短視頻網站後，在短短48小時內播放量突破千萬，評論勾衝現出英語、日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多語種的讚嘆，其中高頻出現的詞彙是準正技巧驚人和魔法歸類。正是這股來自數人用戶自發傳播的流量洪流，觸發了平台算法的敏感神經，使其將周深過往在歌手舞台上的經典現場、了不起的長城中的綜藝片段，以及多首被翻譯成多國字幕的動畫主題曲進行整合包裝，以焦點人物的卡片形式推送給全球音樂愛好者。這種冷冰冰的代碼邏輯所做出的判斷，反而比任何公關稿都更具說服力，因為他在純粹的音樂美學層面賦予了周深一個無爭議的高位。有趣的是，海外受眾對於周深個人外形的關注度極低，對中文互聯網上那種圍繞其性別表態的爭論更是聞所未聞。他們談論的完全是音域跨度、氣息控制、弱混聲技術與情感遞進層次。一位來自英國的資深樂評人在其個人播客中如此評價：周深的聲音像是一架擁有無限八度的樂器，他可以瞬間從教堂同聲切換至搖滾西吼，卻始終保持着絲綢般的光澤。這種多樣性在歐美流行樂壇同樣稀缺。與此同時，周深團隊在年初啟動的彼岸之星海外巡演，以官宣的倫敦、巴黎、紐約3站，售票情況在關屏事件發酵後反而出現了一波小陽春，部分票鈎甚至日價3倍仍一票難求。這種海外市場用真金白銀投出的信任票，與國內某些角落裏充斥酸味的質疑聲，構成了極為諷刺的對照。但冷靜來看，海外平台的封神舉動，不應被過度解讀為某種文化征服的勝利，它充其量只是一種跨文化傳播中的偶發性破壁，一個來自東方語境下的非標準化聲音，恰好擊中了全球聽眾對傳統男高音或女高音二元框架的審美疲勞。
從而打開了新的感知通道。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周深已經在國際主流樂壇站穩腳跟，因為他缺乏英文原創專輯的支撐，也尚未與格萊美級別的製作團隊建立深度合作。當下的熱度更多是基於獵奇與經驗的瞬時反饋，尚需時間和作品的沉澱才能轉化為持久的影響力。因此，無論是官媒的力捧還是海外的熱推，都不應該成為我們納心天平上失衡的砝碼，更不應成為國內粉絲群體用來攻擊對立言論的聖旨。將這三個擁躉拼至審視，我們卻發現他們之間並非簡單的因果關係，更像是一種複雜的共振。周深關平是其個體在高壓環境下做出的理性避險，官媒力挺是國家文藝評價體系對優質生產力的識別與保護，海外置頂則是跨國算法對純粹藝術質量的模擬式投票。這三者各自遵循着截然不同的運行邏輯，自我保護、價值引導與數據反饋，他們在同一時間段內集中於同一個人身上，準捉概率極低的事件耦合。但正是這種耦合，倒逼着我們重新思考一系列關鍵問題。當社交媒體將公共人物的一切言行都拖入永不休止的辯論場時，個體的沉默權是否船應該被尊重？官方媒體的發聲究竟是在保護一個藝人，還是在借由藝人的案例向更廣泛的網絡生態釋放治理信號？海外流量的追捧是否必然意味着國內評價體系的潰敗？或者更僅說明音樂作為非語言藝術的某種通約性？對於這些問題，急於給出非黑即白的答案顯然是不智的。我們必須承認，當下的互聯網環境已經高度情緒化，任何個體的行為都容易被抽象為某種立場符號。周深的評論勾本身就可能成為兩派網民爭奪話語權的棋盤，關閉它既是丟掉戰場，也是走出泥潭。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長期暴露在負向反饋環境中，藝術創作者的共情能力會逐漸鈍化，甚至引發冒名頂替綜合徵，即級度成功者卻持續懷疑自己配不上成就。周深不止一次在採訪中流露出害怕被遺忘、擔心下一首歌不夠好的不安，這恰恰說明他的敏感型人格與網絡暴力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關閉評論於他而言，與其說是對外的防禦，不如說是向內的救贖。而官媒的跟進報道則精準地捕捉到了這個切入點，他們並沒有煽動公眾去同情周深，而是冷靜地列舉了他的作品累計播放量、公益捐款數額及參與的文化傳承項目，用客觀數據代替了感性控訴，從而將話題從粉絲戶主的贈舊敘事升格為文藝工作者權益保障的公共議題。這種敘事框架的轉換是官媒最擅長也最現功力的操作，他既避免了陷入飯圈罵戰的泥沼，又成功地植入了主流價值觀關於理性、建設性、包容性的倡導。至於海外平台的算法，他既不關心政治，也不糾結於性別，他只認完播率和重播率，即用戶是否願意完整聽完一首歌，以及是否願意反覆收聽。恰恰是這種冷酷的商業邏輯，給了周深一個最公平的競技場，因為在這個場域裡，他的嗓音是他唯一的武器，而聽眾的耳朵是唯一的裁判。這反過來也提醒我們國內的評論者，如果你不喜歡一位歌手的音樂，完全可以關閉頁面，而不是在評論區留下惡意的取測，因為那些言辭除了製造負能量之外，對藝術本身毫無增益。同時，我們也要警惕另一種極端傾向，即因為海外平台的認可，便反過頭來貶低國內聽眾的審美水平，認為牆內開花牆外香是一種屈辱。這種心態本質上是文化不自信的翻版。事實上，不同文化土壤中的聽眾天然擁有不同的期待視野。國內聽眾更注重歌詞的文學性和情感的親密度，而海外聽眾更側重於聲樂技術和現場張力。二者的差異是平衡而非高下的關係。在這樣複雜的輿論氣候中，我們作為普通觀察者，最需要習得的本領不是快速站隊，而是研智判斷。面對一個像周深這樣既擁有主流認可又具備國際辨識度的藝人，我們不應將其簡單歸類為官方寵人或國際巨星，更不應將他關平的行為演繹成對抗全網的悲情劇本。
事實是，他依然在正常發佈新歌，依然在認真排練巡演，依然在錄音棚裏打磨每一個轉音。他的生活並未因為評論鈎的關閉而停滯，他的音樂也並未因為失去彈幕的烘托而失色。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我們為何如此依賴評論鈎嚟定義一個人與一首歌的價值？我們為何習慣於將自己的情緒代入他人的隱私血冊，並以此來填補自己內心的某種匱乏？這些問題指向的不僅是娛樂文化的病灶，更是整個數字時代人際關係異化的縮影。倘若我們願意退後一步，把目光從熱搜榜單上移開，轉移去認真聆聽周深在《光亮》中那句可是啊，我卻依然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軟、最無畏的你，我們便能察覺藝術早已給出了所有答案。他從不要求你認同歌者的每一個選擇，他只邀請你在旋律中暫時放下偏見，純粹地感受那種超越語言的美。官方媒體的接力發聲，也絕非為了樹立一個不可批評的完美偶像，而是為了警示所有文藝工作者與受眾，健康的文藝生態需要的是善意的建議，而非惡意的攻訐，是有理有據的堅想，而非人云亦云的起哄。海外平台的聚焦則是一道附加題，它證明了真正的藝術擁有穿越防火牆與語言障礙的韌性，但這份韌性不應該被拿來當作納豆的武器。我們需要的是將這一系列事件沉澱為一次集體心理的成長契機，學會勾分我不喜歡與這是錯的，學會尊重公眾人物在聚光燈之外保留私人領地的權利，學會在表達觀點之前先核實事實，在做出評價之前先捫心自問是否公正。最後，我的中立性發言如下：縱觀周深關閉評論、官媒力挺、海外置頂這三大焦點，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這並非一場正義戰勝邪惡的戲碼，亦非文化輸出凱歌的高奏，而是一個複雜系統中多重力量偶然交匯的瞬時截面。它既暴露了網絡言論場中理性對話機制的脆弱，也映照出主流價值體系對德藝雙馨藝人的正向托舉，同時展示了跨文化傳播中審美公約數的存在可能。作為理性公民，我們不應將官媒的認同等同於對粉絲行為的默許，也不應將海外的熱動讀為對國內輿情的否定。和平吃瓜的核心要義，在於把目光從人的私域轉向藝的公共性，在於把鍵盤上的激憤轉化為對音樂本身的傾聽。我倡導一種溫良的圍觀姿態，不造神，不毀神，不把任何個人當作投射自我慾望或怨恨的容器。每一位藝人都值得在作品中被丈量，而不是在評論鈎被審判。每一次熱點事件都值得我們後退半步，以更長的時間線去丈量其真正的歷史重量。讓歌聲回歸歌聲，讓評價回歸專業，讓善意回歸日常。這或許是我們能從這場風波中吸取的最寶貴教訓。願我們都能成為數字海洋裡那個懂得關掉噪音，靜靜聽完一首歌的人。